欢迎收听4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士师记的13章1到12节。士师记13章1到12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要来祷告，要来 RPG 的经文在13章第5节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也就是士师记的最后一位士师参孙。这位参孙呢，一生呢真的是非常的传奇。他可以说是一个赢在起跑点的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的出生就是上帝神迹奇事恩典的同在。上帝使用他的父母亲从不生育到孕育他，并且在那个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年代，已经被非利士人统治40年之久，但是上帝却兴起这个家庭，要参孙过拿细耳人的生活。对当时的人来理解，以色列人做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，我要成为一个分别属上帝的人。我是属上帝的，不是属世界的。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而参孙在母腹中就已经被上帝定义，他已经知道上帝创造他的心意。这就是我说赢在起跑点。赢在起跑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讲到的是指原生家庭，可能讲到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条件跟资源。但是今天讲到的赢在起跑点，是你知道上帝创造你的心意吗？上帝创造你的心意，接着我们也要来领受经营我们对上帝的回应。因为一个人赢在起跑点，不代表他能够赢在终点，而是我们要如何坚持到终点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见这个家庭被上帝所拣选，在上帝的使者跟参孙父母的对话当中，看见了上帝对人的心意，真的是带着慈爱，带着拯救，带着盼望，使这不生育的夫妇能够怀孕生子，使参孙的出生就在见证上帝的同在跟分别当时世界的罪恶。然而未来的景况会是如何呢？就要看这位赢在起跑点的参孙，他如何来回应上帝的心意。不过当我们再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或许参孙他所在的那个世代是一个得罪神离弃神的世代，是一个被压迫许多不公义，许多人的思想自己以为的价值观冲刺的世代。然而上帝对他的心意不仅是拣选他，并且要他过一个拿细耳人的生活，就是不可喝这浓酒淡酒，不吃这些不洁之物，不靠近这些不洁的东西，譬如说动物的尸体或是人的尸体，不可以用剃头刀剃自己的头。这都在表达透过一种生活方式来见证，来回应，来继续经营在上帝心意里的生活。如同今天这个爸爸马诺亚所问的问题，他回应上帝的使者说，愿你的话应验，
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，他后来当怎样呢？当参孙他的父母，甚至他知道上帝对他的心意，是要兴起他来拯救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。然而，当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美好的心意，我们有没有透过我们的生命经验、生活方式去回应他的美意？这可能是接下来我们更多要讲的重点。不过回到今天的焦点，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从他对我们心意的起跑点开始。这个起跑点是从认识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开始的。这样看来，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当我们认识、相信这位上帝开始，我们其实都赢在起跑点，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生要开始起跑的地方。我们不再没有方向，我们不再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反倒是透过上帝对我们的心意，他创造我们有美好的计划。当我们开始起来回应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经历。参孙他的故事很精彩，不仅是在于上帝对他的拣选，更在于在这故事当中，上帝不断的显明他对软弱的人的慈爱。特别在参孙的身上，我们将要看见上帝让我们赢在起跑点，他其实也很期待我们要赢在终点，而这终点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生。他让我们的生命有定向，并且有目标。这个目标就是不让我们失落在那被拯救的恩典中，并且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让人的生命经历上帝的拯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谢谢你创造我，创造我们。你对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心意和计划。当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，我们的人生真的就开始起跑了，并且是有定向的，是有目标的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透过参孙的故事看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主你的慈爱，因着主你的信实被拣选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来认识你的心意，每一天来活出对你的回应，使我们在每个日子中不是以环境来定义我们的生命，不是以这些比较跟人的想法来决定我们的价值，而是以主你的眼光，使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仅是领受你的心意，更是活出主你的旨意。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透过认识你，我们更能够活出我们的意义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带领我们今天再一次聚焦，与主同行，与主同工，让我们活出你创造我们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。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不仅是能够开始起跑，更是能够坚持到上帝应许我们得胜的那个终点。愿上帝赐福你，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